張繼聰、蔡卓妍、朱柏康、謝安琪等有份主演嘅賀歲片舉行首映禮，戲中以賭同打麻雀為主題。平日得閒都會同3、5知己開台嘅阿 sa 拍完呢套戲，同眾多新晉演員切磋之後，都話要揾翻啲青春啲嘅朋友做麻雀腳啊！因為我啲朋友都開始同我一樣年紀越嚟越大啦，有好多都頂唔順啊！即係可能打2個冬咧，已經話要走啦，係啦，所以要結識啲新血。謝霆鋒相隔25年開 show 嘅消息落實之後，個個都頭痛撲飛，搞到同公司嘅阿 sa 都話欠落好多飛債噃。想話呢幾日啲電話係爆晒咯，係我真係冇辦法咯。想話你知唔知我最終即係我公司回覆佢話，因為都真係冇啊，即係因為內部嗰啲飛都我哋得好少。因為又要攞一半出去賣啦，咁又有啲 sponsor 咁樣，咁所以我手頭上都已經係起碼要200張飛咯。唔記得睇邊個新聞下低話，好似信用卡有得優先訂嘛，我就諗住去撳下咯。就你就確定咗定係去到㗎啦？我一定冇問題嘅，大佬同公司唔係唔俾我去啊嘛。我嬲㗎！阿聰同吳嘉欣飾演兩兄妹，朱康就係嘉欣嘅男朋友，3人有好多對手戲，成日忍唔住笑嘅嘉欣覺得2位對手好無聊，但係又好好笑。相反，阿聰就大讚對手嘅表現啦。但係都好開心，總之就係咁隔膜咯，即係第一次合作已經同阿嘉欣係好，即係同埋我覺得佢好好咯。即係講真，即係我哋都係癲㗎嘛。原來佢都唔係正常咯，即係總之就物以類聚。唔係咯，頭1、2日係好乖嘅，扮嘅啫嘛，嗰啲都係，嗰啲先係 acting 啊。即係嗰個面具好快就破咗啦。都幾開心嘅，即係我係見到佢拍到喊咯。係啊，即係你一笑到喊啊係。嗱，我就唔知佢笑定喊，總之佢又喊。即係我懷疑係，即係而家啲新一代演員係即係各施各法㗎嘛，即係佢可能係用文藝片嗰種心態去演。冇錯。係咪佢演到喊喎？冇錯。即係咁都係好高層次啊，嘉欣都。當初受到呢個邀請嘅時候啦，咁跟住之後，聽到佢個對手係阿 sa，咁而係佢飾演佢一個好朋友啦。點解會覺得阿 sa 咁好咧？因為佢係我。佢係唔係兒時，佢係我耳機裏的人啊！以往都只能夠係喺聽歌上面聽到佢咧，咁同埋我又真係好中意佢哋嘅歌啦，咁就今次終於可以同佢做咗對手，咁就好開心。眨下眼，阿聰同阿 K 結婚18週年，阿聰喺社交平台發長文賀結婚週年紀念。而日前阿聰45歲生日，阿 K 亦趁住呢個重要日子，公開送咗首歌俾老公，夫妻互相放閃啊！好開心啊！即係我老婆係即係你諗喺個樂壇度馳騁咗咁多年，所以應該攞嘅獎項都攞過晒啦。佢為我作咗一首 rap 歌，咁我都好開心咯，係好開心，我喊咗幾日啦，係啊，即係生日。我你今日賺腫晒啦！係啊，就係腫晒。頭先飲咗啲水咋，抽筋啊，缺水啊，係啊，知道今日要出嚟見大家，我先振作翻㗎。係啊，我都喊咗幾日，即係因為太感動啊。係啊，11號生日啊嘛，12號開始喊到今日18號先叫企翻起身咯。佢啱啱仲喺後台仲有少眼濕啊！你而家講完我又想喊啊，即係個心窩心啊，窩啊，係啊，唔係戲嚟㗎，真㗎。係啊，你而家講完我又想掹翻電話出嚟又聽一次。許秋怡、黃婉之、梁漢文、湯寶如等一眾實力唱將現身廣州一個新民謠演唱會，同場嘅仲有多位廣府地區流行歌手。演唱會以體現粵語音樂跨越時空、傳承不息做主題，所以唔只有4位資深粵語歌手受邀獻唱經典作品，同場嘅歌手樂隊都以不同音樂風格唱好大灣區。不過最令觀眾投入嘅就當然係4位香港歌手為佢哋帶嚟耳熟能詳嘅經典金曲啦。情懷待你斷，若你的心中孤單再找我，若你的心中空虛再找我，不痛苦當於喜樂。
為我出頭，碰過我的手，重新這走得的多走，誰人又為天使憂愁？甜言蜜語沒有，但卻有我這個好友。再反省當天愛戀，但是無知覺令你沒再從前，只得無聲似對。蕭正楠呢日作客節目2025風生水起，仲有機會同之前合作劇集《奔跑吧勇敢的女人們》嘅麥玲玲師傅碰頭。兩人呢次就唔係傾劇本，而係傾下蛇年運程啊！好快就會榮升做爸爸嘅阿蕭話晒喜事當頭，玲玲師傅都話佢勢不可擋，冇嘢再需要擔心啊！已經有喜事啦，中國人其實最中意有喜事嘅，咁而且係你本命年一有喜事咧，成個運勢提升晒。哦，即係唔使再驚嗰啲咩？冇，完全唔驚啦，完全唔驚，係啦，所以咧睇嚟就個勢頭非常之好喎。哎呀，多謝你，我真係好有信心。玲玲師傅話：咁啊，點樣可以而家阿 B 咧好健康啦？點樣令到阿 B 再肥肥白白啲？有冇可以做啲乜嘢咁樣㗎？咁啊出世之後咁啊，當然佢要改翻個靚名啦。咁佢一定好嘅，因為佢哋個呢啲叫原生家庭係好幸福噶嘛。呢個寶寶，呢個蛇寶寶，梗係一定開心心啦。咁同埋到時你留意下咯，即係會唔會擺啲床位啊，再擺靚啲啊？BB 床嗰位都要係啊，都要重要㗎。咁啊，同埋認翻一個即係好嘅契媽咯。咁啊，自然啊更加理想啦。契媽定唔係契媽定奶媽？唔少藝人生完 BB 都可能會退下火線，專心喺屋企湊 B。唔知玲玲師傅又覺得翠如應該繼續做嘢，定係做全職媽媽咧？翠如嘅事業運仍然係唔錯喎。你唔會韞住佢屋企湊寶寶㗎係嘛？唔會啊。係即係打直，佢有猶豫喎，有猶豫。唔會啊，但係我自己係話好咧。咁我相信會有，因為佢佢嗰生肖有3台星啦，事業嘅進步啦。咁到時可能大家又講啲小朋友嘢啊，又發展另外一個線路㗎咯喎。係啊。作為呢個節目主持之一嘅胡美儀，不時都被叫做胡美胎。原來呢個名嘅始作俑者，竟然係阿蕭喎。想當年佢啱啱入行，係啦，即係天真無邪咁入行，跟住突然之間俾你改咗個靚名。佢就喺節目入邊指住我個名胡美胎，由嗰日開始。我要揀呢個胡美胎。由嗰日開始我就叫胡美胎，因為佢嗰個兒字係背字邊一個台嗰個，所以好多人睇錯，亦都好多唔識字嘅人讀錯。我諗係特登嘅，係特登。係咪阿蕭咧？唔係啊，真嘅。係咪有邊讀邊咪讀台咯？係咪你次之後成公司所有同事都係？係喎，我哋見到都嗌佢嘅喎。係啊，個個都。咁可能係一個好嘅意頭嚟嘅，即係等你早啲，即係一結婚就有胎。係啦，美喎，美喎，蕭幾識改名，陀得靚過人啦，係嘛？葉童、謝君豪、許月湘同黃定軒為主演嘅電影宣傳。適逢係葉童嘅正日生日，電影公司特別為壽星女同埋同樣係3月生日嘅謝君豪一齊慶祝啊！以往嘅生日，葉童都會暫時放下工作，好好享受。而今年就同戲中嘅家人兼且大批粉絲慶祝，佢都話感覺好特別啊！今年係零舍特別嘅，因為今年同埋大家一齊啦，同埋我哋出戲上映啦，然之後宣傳啦，同我覺得今次好開心咯，因為真係好熱鬧咯，同埋好特別，我哋可以喺架電車前邊慶祝，又可以上電車遊車河，所以好開心。生日願望係咩啊？我生日願望啊！梗係希望一家人開開心心齊齊食食。今日就多啲一齊，多啲做一啲好嘅作品可以送俾大家。大家可能覺得葉童同謝君豪好少機會坐電車，但係原來佢哋耐唔耐就會坐呢種喺香港有過百年歷史嘅交通工具噃。不過細個少坐真係，後尾大個咗，因為我翻工喺香港呢邊噶嘛，即係。香港話嘅團啊，你喺上環啫嘛，所以我成日搭電車嘅。我好中意搭電車㗎，係啊，因為嗰種速
度，我覺得好舒服咯。然之後，我覺得呢一種速度先至係正常嘅即係正常嘅生活速度啦。咁同埋我好中意嗰種喺同一條路嗰度，然之後啲風景不停咁改變咧，好似人生啊！我覺得，所以每一次搭電車咧，都好有呢一個啟發嘅。電車除咗可以代步之外，葉童仲同大家推介坐電車嘅另類享受，令大家可以好好感受慢活嘅時光啊！我發覺咧喺電車上邊影相咧係最方便嘅。咁你可以影到啲路人啦，啲路人又唔會咁在意你去影佢啦。咁我覺得電車拍拖都係好浪漫嘅，我都試過嘅。係啊，係約會緊嘅階段，未追到嘅階段係點樣？通常都係嗰啲階段咯。喂，同埋啲相影出嚟好靚嘅，喺電車上面真係每一個角度都係景嚟，係咪啊？攝影師？係嘅。